歡迎你返到嚟創業家讀書精華，我係阿 Ben。今日同你分享嘅呢一本書叫做 Reframe Your Brain: The User Interface for Happiness and Success， 直譯為中文就係重構你的大腦，關於幸福和成功的操作界面。我覺得更加準確嘅書名應該翻譯成為心智重構，因為佢講嘅係點樣透過調整心境同認知嚟實現我哋想要嘅幸福同成功。呢一本書嘅作者係斯科特·亞當斯，佢嘅生產力驚人，自1989年起每日畫漫畫，至今累積超過11000幅，仲每日寫作、做 podcast、參與各種活動，係美國演講出場費最高嘅人之一。厲害嘅係佢咁多輸出，但係始終能夠持續輸入。佢嘅作品總係緊扣時事，有深度嘅觀察同研究。亞當斯寫書唔走學院派路線，唔中意引用理論，而係分享佢對世界嘅實用觀察，好似街頭智慧同小竅門，讓人能夠馬上上手。呢一啲微觀規律能夠幫你喺生活之中更加從容應對。現代人其實唔缺知識，缺嘅係做得到嘅方法。你明知道應該積極，但係仍然會焦慮；知道要主動社交，但係仍然會尷尬。呢一本書嘅價值就在於佢提供咗多達160幾個嘅具體操作方法，讓你能夠立即做出微小但有效嘅改變。跟住我會從3個層面解讀呢一本書。第一，點樣重構你嘅日常生活，更好管理自己；第二，點樣重構社交能力，更有效影響他人；第三，點樣重構你對世界嘅理解，提升影響力同格局。不過喺開始之前，我哋要先搞清楚亞當斯口裏邊講嘅心智重構到底係乜嘢意思。心智重構呢一個詞英文係 reframe， 其中 frame 指嘅係框架，就好似上框一樣，決定你點樣看待一件事。你點樣為一件事落定義，講成點樣嘅故事，就係你對佢嘅框架。而我哋嘅主觀感受唔係由事件本身決定，而係由我哋賦予佢嘅解讀嚟決定。所以 reframe 就係重新設定呢個框架，亦即係跳出原本習慣嘅睇法，主動轉換一個對自己更有用嘅視覺。心理學上稱呢一個方法叫做認知重構，又或者認知重建，係一種公認有效嘅心理調節方式。你要先辨識自己當下係點樣看待一件事，然後挑戰呢一個睇法，換一種解讀方式。舉個例子，你帶隻狗去散步，原本諗住順便鍛鍊身體，但係隻狗經常停低落嚟聞東聞西，令到你覺得浪費時間。呢個時候你就可以試下 reframe。亞當斯就話，與其話你喺度散步，不如話你喺度陪緊隻狗去了解呢個世界。冇錯，對狗嚟講，嗅覺就係佢了解世界嘅方式。你轉一個角度思考，就唔會咁煩躁啦。咁你可能就會問，咁我做運動鍛鍊嘅目標咪就係落空咗咯？亞當斯提供咗另一個重構嘅方法。既然你已經企咗喺嗰度，不如趁機練一練呼吸法，例如史丹福神經學家丘伯曼提到嘅生理嘆息。先用鼻深深吸2啖氣，第一口比較深一啲，第二口短促補滿肺氣泡，然後慢慢用嘴吐氣。咁樣做2-3個循環就能夠快速放鬆減壓。你睇，狗喺度完成緊佢嘅任務，你都冇浪費時間，仲學識咗放鬆自己。作者就強調，呢一啲重構嘅講法唔係在於是否絕對正確，而係是否對你有用。例如話酒係毒藥呢一句說話，科學上邊唔準確，但係如果你正在想戒酒嘅話，將酒當成毒藥呢一個框架反而會好有效。再例如，混亂之中暗藏機會呢句說話，並唔係總係啱嘅，但係如果你因為咁樣而養成遇事尋找機會嘅習慣，你就會比其他人更加容易發現機會。仲有孟子嘅嗰句說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本質上都係一種重構，將受苦轉化為正在被鍛煉。雖然有時會被誤用為盲目鼓勵吃苦，但係如果你當下已經喺苦難當中，咁樣諗的確能夠令你更有力量。你可能會話，呢一種咪就係阿 Q 嘅精神勝利法咯。亞當斯嘅回答係，真正嘅心智重構絕對唔係為咗短暫感覺良好，而係要創造更積極有行動力嘅框架。例如吃虧是福呢句說話聽起上嚟幾舒服，不過只能夠令你嘅情緒暫時好一啲。而經一事長一智，雖然冇咁讓人好受，但係就能夠幫你成長。事實係冇變，但係唔同嘅重構方式會帶嚟完全唔同嘅心態，而有一啲嘅重構顯然係更有價值。理解咗乜嘢係心智重構之後，我哋就可以開始實踐。第一步，從最基礎嘅地方開始，你嘅日常生活。真正折磨人嘅通常都唔係大事，而係每日反覆嘅。加入創業家會員，
同我哋踏上連續創業終身學習嘅旅程。成為會員，你可以足本重溫全部內容，系統吸收最重要嘅知識，人工智能、網絡營銷、團隊管理、個人能力，全部一次過學齊。我哋唔止教知識，更會定期安排見面同交流，互相督促，互相學習，一齊進步。創業家係一個你將來會慶幸自己早 subscribe 嘅 channel。會員專享包括 App 嘅內容庫、超過600小時實戰影片、超過300本讀書精華、專屬課程與工具包持續更新，每年3次個人諮詢，針對你嘅實際難題落地解決。如果你都想穩步升級，請即刻 Subscribe 撳埋通知鐘仔，支持我哋營運，立即加入創業家會員，